8分鐘飯前口肌操。第一式，合唇放鬆，用力合唇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5秒，一共完成5次練習。呢個動作主要係用嚟強化嘴唇力度，增加發音清晰度，以及防止進食嘅時候食物跌出。我哋一齊完成5次練習啊！第一次，用力合唇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5秒。第二次，用力合唇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5秒。第三次，用力合唇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5秒。第四次，用力合唇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5秒。第五次，用力合唇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5秒。第二式，依烏發音。首先依起個嘴，講個依字，然後嘟嘴講個烏字。呢個動作主要係用嚟強化嘴唇嘅協調能力，增加發音嘅清晰度。我哋一齊完成5次練習啊！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第五次。以下3個動作主要係用嚟加強舌頭嘅伸展幅度以及協調，包括舌頭向前伸展、左右伸展、用舌頭打圈，有助進食嘅時候組成食團以及處理食物殘渣。第三式，舌頭向前伸展，伸長舌頭，維持5秒，然後休息5秒。我哋一齊完成5次練習啊！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第五次，第四式，舌頭左右伸展，向左邊嘴角伸脷，維持5秒，然後向右邊嘴角伸脷，維持5秒。左右兩邊一共完成5次練習。先做左邊，然後做右邊。我哋一齊完成5次練習啊！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第五次，
第五式，舌頭打圈，用舌頭清潔牙齒，沿住上下牙根畫大圈，先順時針做3次練習。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然後逆時針做3次練習。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六式，頭仰吞口水。首先，頭部向後仰，望向天花板，每10秒吞1次口水。呢個動作主要係用嚟加強舌骨上肌群，幫助吞煙嘅時候更有效咁誘發吞煙反射動作，保護氣管。我哋一共吞5次口水，中間可以稍作休息。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第五次，第七式，吸氣醫音。吸一啖氣，將醫由低音唱至高音，並維持2至3秒。呢個動作用嚟訓練喉部肌肉，增加吞煙嘅時候喉部肌肉嘅活動幅度。我哋一共完成5次練習。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第五次。